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8册第5课车站。因兜客厅大大间，啥物人客拢欢迎。因兜月台分双屏，上北落南在你境。车站开大门欢迎，咱去因兜坐火车看风景。练习高铁站、火车站、公车站、码头、捷运站、机场。落车头无探听，呾到一个所在，无先探听在地的消息，毋知影遮出名的人甲代志。人咧讲有眼无珠，咧讲人有眼无珠，码头钓大鱼，码头定有船仔出入，无可能钓到大鱼。咧讲做代志用毋对方法，所以无效果。